好，是朋友珍珠红的干。我有一台脚踏车在不小心骑的时候，它那个小嘎车的一个空气节咚掉下来，然后我直接摔倒到地，然后地就受伤了。现在已经好了，所以我要跟大家宣布，不管我是骑脚踏车、走路、溜冰、滑滑板车，一定要注意好，安全第一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今天就是预告一下，我怕你们摔倒，如果摔倒可以去脚踏车店让别人看一下，有没有？是喜欢的影片，按下喜欢我开我前置影片呀喂。